你記住幫我打個格仔啊！如果唔係俾人知道我講咧，我好大鑊㗎。唔使擔心，導演俾個效果嚟睇下，唔該。你試一試啊。Testing。 Sam OK。OK，冇問題。大寶中途咧，係咪有同你提過話聽到升降台出現怪聲㗎？我哋嗰陣時又轉緊機位，跟住大寶哥就問我部 Jeep 就即係嗰部升降台有啲咔咔聲，係咪正常？大寶有咁多年嘅拍攝嘅經驗啦，點解會唔知嘅咧？咁每個攝影師都有啲嘢叻啲，有啲嘢冇咁叻㗎嘛。可能咁啱大寶哥呢方面唔係太熟。咁係咪即係安排咗一個唔熟悉呢部機器嘅人去操作咧？可以咁講。咁你之後有啲咩行動？我嗰陣時都做緊嘢，行唔開咪 report 俾上頭聽，叫佢哋揾人跟。咁據你所知啦，最後有冇安排人去檢查過呢部升降台咧？佢哋同我講咗話會檢查㗎，但係實情係點我就唔知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，咁轉頭翻嚟咧會繼續披露更多事件詳情同疑點。OK，cut 咗，休息一陣先，飲啖水。使唔使去個洗手間先啊？唔使，我有啲緊張嘅。唔使緊張，我哋對受訪者嘅資料做好保密功夫㗎，唔會有人認得你。八婆，你跣我？弊啦，嘉怡，受訪者個樣同個名喺網上通晒天啊！導演組、製片組，我唔理你用咩方法，上網出 po 又好，逐個行家打電話都好，總之我以後唔要見到呢個 Gary 喺任何拍攝現場出現，我要全行封殺佢，等佢知道佢亂講嘢有乜嘢下場。做嘢啦！成個忙咁。老闆，搞掂啦！同班友講咗，保證以後冇人夠膽用呢個 Gary。呢個行頭咁窄，個 crew 都 freelancer 咁滯，條友上晒電視，出名得罪米飯班主喎，佢冇運行。唉，揸機拍嘢係人都識，最緊要就學識點做人啊嘛！我抌咁多錢出嚟拍戲，賺錢攞獎都係其次，最緊要我有得威啊嘛！如果今次有邊個搞到我冇面嘅，佢都唔使知好過。今晚幫唔去啦，費事啲記者喺度亂問亂寫。啊，仲有，幫我 cancel 聽日去米蘭機票 ，Fashion Week 年年有。等我搞掂呢件事先。知道，方太。到嚟聽下。私隱外泄 ，SNK 孭鑊責無旁貸，受訪者憤恨，指責 SNK 失態中斷直播。其實人鬧先好啊，多人鬧多人睇啊嘛。重溫 hit rate 高咗38%。咁股票跌你唔講？我哋做傳媒嘅最緊要係明星同誠信。今次犯晒大忌，你同我講數字。如果以後傳你係每次教傳媒道德都攞我哋嚟做例子，咁點算？歷史係勝利者寫嘅，我對 SNK 有信心，只要我做返好，報導一啲有質素嘅新聞，咁新嘅歷史就可以冚住沙石。咁呢個咧，抵制 SNK 大聯盟，又改圖，又起晒啲咁難聽嘅標題，簡直係將我哋妖魔化。
我今日有個商界朋友打返嚟，話要 cancel 啲廣告。係抵制定係助攻，係睇我哋 PR 點做啫。廣告商有擔心，我哋唔好俾有離心咪得咯，我會處理嘅。呢啲就係你嘅 PR。如果阿 Man 同我 friend 喺度，一定唔會發生呢咁嘅事。啊！而家你哋正副總監喺晒度啦，揾到邊度放啲咩？睇翻呢張圖，對比翻員工嘅位置，本來唔難收窄範圍啊。不過我唔主張查落去。點解？其實呢啲放送事故，我哋SNK已經少過其他台好多，而且我相信寧縱勿枉。為咗捉一個25仔貿然要查5、6個中心嘅員工，佢哋心裏邊一定唔好受。係我揾嘅受訪者，係我嘅保密功夫做得唔夠好，係我令到SNK 失信於人，呢個責任我孭？善意嘅善意，點咩咧？方太我會喺24小時內拆掂佢，如果搞唔掂嘅，我自動降職。你講到咁大，我同方太唔可以當冇聽過嘅喎。公關危機嘅第一步唔係狡辯卸膊，係坦白認錯。對於冇做好保密功夫、冇保護好受訪者，令到佢聲譽同生活造成極大困擾，我張嘉賢身為副總監責無旁貸，為此我深感抱歉。我哋活喺後真相時代，更加應該重視思考事件嘅真偽。私隱同知情權本身係矛盾嘅概念，而傳媒係有責任喺兩者之間取得平衡，維護公眾同受訪者雙方嘅權利。今次嘅犯錯，我哋會努力補救。懇請所有受到影響嘅人接受我哋道歉，希望大家繼續信任 SNK。女王再臨，新聞界戰火重燃。有幾耐冇喺呢個 office 聽到我把聲啊 ？The Queen is back。昔日戰友倒戈，命姐力戰群雄。香港唔係得你一個新聞工作者，獨家更加唔係得你一個有。我淨係知道單文偉心3個字，而家乜都唔係。你將會好後悔，我哋曾經有呢一段對話。擴大新聞戰線。權力遊戲重新洗牌，就算嚟咗10個文慧心，都唔係對我有威脅。新聞真係冇專業，我搞商業噶嘛。想做王就要守住自己嘅領土，寸土不讓。新聞女王2 11月5號起 ，TVB Anywhere 海外搶先上架，立即下載 TVB Anywhere Plus，隨時點播，娛樂滿分。各位 APM 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高雅薇。各位 APM 嘅觀眾，我係 Lucas 姚宏遠，快啲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歡樂 APM， 快啲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歡樂 APM， 收睇更多 TVB 內容啦，收看更多 TVB 內容啦。